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7月初4，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呢，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增加4例境外76例的本土个案，其中台北市就占确诊个案内底一半，有占48例，是新北市的2倍。也那死亡个案，昨咱增加10例。但是中是讲，确诊的人数有较低，是因为这2天采检的人有较多。不过，整个疫情有向转好的趋势伫咧行。也那大家上界关心的，敢有法度降3级？伊讲着爱甲市场的传播链控制好势，民众也要继续做好防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的新冠疫情，初三国际新增加80例确诊，其中本土76例，4例境外移入，并且新增加10例死亡的个案。总计确诊个案是14991例，总计死亡有686例。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整体疫情有向下情形。新增加的10例死亡的个案，年龄在50外岁到90外岁中间，其中有3例不过中指出是确诊了后，因为其他原因死亡，许多外界关心甲注意。现在是用一个全死因的呈现方法，宽的定义就是说，60天内的死亡都算，抓的比较严的就是说28天内的才算是新冠相关的死亡。后面会再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定义的检讨。另外，7月12日这要到期啊，全台是不是未解封？但是中表示，首要任务是控制市场的传播链。除了疫情之外，那就是要看全民的警戒心，然后跟大家的应变的作为的迅速。这2天我们也都在做相关的指引，都能够做得到的百分比越高，当然开放的可能性就越高。不过，外界关心讲，到时阵疫苗进口是不是打复必泰标签？伊讲一定要求原厂保证疫苗对德国出厂，直接来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台北环南市场到昨已经逼出40外人确诊。前进指挥所是扩大采检的范围甲人数，打算7月初8相关接触者拢都爱搁采检一届病毒。也那台北营总昨伫咧万代第一高采批发区有设 PCR 采检站，大规模采检，打算要检2000人，即卖已经验出6个人阳性确诊。医护人员针对打伤做 PCR 检测，台北营总采检团队10条线同步进行，提升采检量能。市场里面把它设那基本上把区域稍微清空，非常迅速，那大家受采的意愿也就相对提高很多。那确保能够所有的列车的人都一定要能够采检到。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6月30进前，台北3个市场的采检结果，第一市场确诊88人，第二市场有21人，环南市场有111人，主要集中伫上北。前进指挥所初三针对北农第一甲第2市场要求完成第一市场检验，继续预调隔离采检，加强员工健康监测。环南市场扩大扩列隔离集场接触者，初8还阁一摆全部采检。观察室，而且是确诊的哦。观察48小时，只有5个是有症状，就发烧啦、喉咙痛，这个有送医院，所以我们到目前有5个是送医院。这告诉我们什么？你知道？无症状的黑数还蛮多的。中乡地方共同合作团体认为15才知影市场战术是不是有路向，但市长回应表示15确实是观察期，会作为防疫参考。不止第一高菜市场甲环南市场有采检站。原先伫万代区民活动中心有设前进指挥所，初三也开放附近民众批下检测，要赶紧找出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查乡亲关心天气，今仔日一时各地温度拢真悬，会真烧热。过道落雷公雨的情形会比昨要搁较明显。咱斗阵来去看分图。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刷到台湾的北边，大气环境较无稳定，过道这落雷公雨的范围会扩大，各地山区甲西半部的平地过道拢爱注意会落地阵雨。伫咧气温这部分，各地普遍拢伫咧32度到35度。咧宜兰花莲有一寡所在有机会超过36度。那明仔开始到拜三，因为低压带分系挖进台湾，这方面的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雨水会较高，爱特别注意会上大雨。但若拜三水气较减各地就会搁转来到高温烧热的天气形态，乡亲就爱特别注意天气变化。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中国时报》。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鸿海甲台积电已经参上海复兴医药集团的旗下公司达成初步的协议，确定会分别来买500万剂的 BNT 疫苗。德国政府邀请疫苗制造商得要赶紧完成谈判。来看联合报。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 Tedros 谭德赛指出，Delta 变种病毒已经在全世界传至少98个国家，而且讲 Delta 的病毒会继续突变。现在已经是非常危险的阶段，也讲到全球已经配30亿剂的疫苗出去啊，不过拢集中在一寡大国家，应该爱将疫苗共同分享。再来，咱来讲，台南甲高雄拢发生自Moderna疫苗了后不幸死亡的案例。不过，台南市这后生就表示，妈妈这几个月身体是哪来哪去，哪来哪歹，应该是自然死亡。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国内即阵已经注157000剂Moderna疫苗，即阵发生不良反应的有57件。即阵全台湾真侪人要注莫得疫苗，不过台南一个85岁婚姻人，初二做完莫得疫苗了后，初三早起却是发现倒伫面床已经无开咯。下早是还好，无啥物反应。我们兄弟3个轮流在照顾，都有感觉妈妈身体一天一天都不如一天，越来越不好。家属讲，为着替老母提升保护力，才带伊去注射莫得疫苗，确实在注完疫苗第2天过身。因过死者这几个月来身体状况也是真好，家属认为自然死亡的机会真悬，无想要互老大人解判。第一时间就赶快通报我们的那个不良疫苗的反应，那也请我们的卫生所去做行政相验。那目前就是等中央的判断。另外，伫高雄有老大人注完莫得疫苗了后死亡的情形。接种之后就呈现严重的一个休克的状况，关联性上面还没有确认。我们会协助他通报我们的不良事件的一个部分哈。Moderna 部分总共打了157000剂啊，总共有这个接种后不良事件有57件，属于疑似严重过敏反应的有2件。另外，高雄也有注完 AZ 疫苗死亡的个案，民众质疑这死因，也过无愿意互错的人解判，认定就算是疫苗造成的，也无一定有人敢讲实在话。刑事体系在进行的哈，所以这部分的公正性哈，我相信不容置疑啊，也没有人能够介入。中央认为法医甲检察官的专业甲公正性是无可能互影响的，民众要烦恼。而根据统计，莫得第一剂副作用会比第2剂较细。这阵常常看症状是注射所在痛、发烧这症状，大约在7天内就渐渐好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即阵台湾的本土病例数，昨本土个案咱增加76例，即嘛加起来，台湾计共有13758例。来看各县市的病例数分布。即阵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6562例，台北4565例，超过100例县市，桃园707例，苗栗545例，基隆306例，彰化264例，台中199例，新竹县107例。另外，昨咱增加10例死亡个案，也那这数据拢是今仔日早起疾管署上最新的资料。再来讲，昨台北增加48确诊个案，超过总确诊人数的一半。那北龙甲宽南的这个疫情小媒体，就连永春、虎林街甲附近的市啊，即马也传出有30人确诊啦。台北市政府是赶紧启动虎林专案，按算今仔日买检3300人。为着防止疫情继续扩大，市长郭文铁表示讲，会甲中央来参详，要求迄寡去防酷热的人，得爱强制来做体检，若无罚15000。北龙甲宽南疫情一直拖，造成台北市确诊人数向上冲悬，西沙新增加确诊人数48例，超过新北市是全台湾上多。另外，虎林街甲周边的市场爆出疫情，总共有13户确诊，人数30人。台北市府赶紧宣布启动虎林专案，测试采检3300人。永春市场附近的虎林街永吉国小这边来做相关的 PCR 的采检，所以明天会在永吉国小做采检。那边的民测目前造测出来大概是3300份。对台北市无症状人数量多，郭文铁提出方法，要甲中央参详，提出公权力，要求防暴力在内人爱强制检查，若无上当罚15000块。另外危险的所在也要配套做法。
在联合医院我们大概已经建立了一天可以做1500的这种中型的PCR 的检查。随着台北市的疫情冲关，7月12日解封是毋是暂缓实施？官员提供，这牵涉医疗、疫苗甲公卫的政策，爱考虑60岁以上的确诊者死亡占9成，甲少年人无症状的较侪这2项因素。70岁以上的长者，那你就可以开始准备了。我们会在下礼拜2、3、2天来开放，来做这个网络的预约，然后下礼拜的4、5、6、3天，我们来接种完成。台北市有1万多名有新的护理人，有13间病院开设特别的问诊体内注射。另外5号会配发6万多剂疫苗，有加放宽注射年龄到70岁以上的老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讲各地拢抢要注文迄寡逐日上尾馆存落来的疫苗。即马讲伫咧花莲，竟然是互民众用走私赢、走小料的方式来抢位。现场阁有民众为着要抢这上尾馆的疫苗，全部势力跋倒。花莲县长徐正伟是紧出来回释的，也讲对今日开始，拢会用网络，互民众伫咧线顶注文登记。不时来看向中华国小内底注射站，注意工作人员什么时阵话开始。要抢驻村的有红车登记的民众，大家拢真注意。昨天中午就来排了。对，快休克了，要活命就要疫苗。好，开始。不要摔倒，不要摔倒。一个话开始，大家一个箭步拢冲出去，中途一个民众无细力摔倒，看一下涂骹的标志，敢若限7个人。较慢一步的护理人也无想要放弃。36，第8个看看。而且大家跑进来像什么啊？台湾还是有民主的国家吗？民众为着要抢驻村的疫苗，提早赶紧来排队。花莲县长徐正伟讲，唔敢并且下失礼，也赶紧来宣布测试开始，解除线上的有约。另外已经排队的按照原来登记来办理。另外一边，因为洗衫开始连续3天，花莲为65岁以上的原住民，也有75岁以上的老人注射莫德纳疫苗。注射站所在活动中心的入口，无分流4个拢是老人，根本无社交的距离。一个陪伴转的老人，按照规定伫布旁排队的民众一直骂讲，官府根本就无咧规划，完全没有维持秩序。后来的人在排门口，然后现在造成群聚，然后现在是怎样？这不是卫生局第一次打疫苗哦。对于现场的混乱佮无方便，徐正伟2摆下失礼，官府的检讨佮改进。不过箭头也是对向中央，认为就是疫苗无够，才会造成这乱象。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宣布，讲呢，明仔载开始，国内第一线的运输人员会当开始来注疫苗。不过，昨代替产业工会的亚讲，有一寡员工因毋是密切需要接触旅客的这个行政人员，甚至有请登记人，竟然列伫咧名单内底。面对这项指控，代替局是回应讲，即马这名单拢有造册名单拢是以维持3级甲4级警戒的必要人员，其他人员会排伫咧后壁来做。周末的南港车站，这车头是冷冷清清，不过因为车站的工作人员也算是高风险族群，交通部宣布，包括台铁、高铁、航空站等等第一线的服务人员，计共15万人，在咧7月初5开始注预防射。不过，台铁产业工会表示，有员工反映，毋是第一线的行政人员，或者是有请登记的员工，竟然伫咧名单内底，批评疫苗分配根本无想作业，甚至阁有车站是爱用抽口仔来决定顺序。那同时，有发现说有部分像是1等站，它可能其他站别都有70几剂，但是部分站别就只有50几剂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希望台铁局可以尽速说明吼，切勿黑箱。根据台铁规划，有注疫苗需求的计共18568人，其中从业人员16065人，协力厂商有2453人。不过头一批配到的疫苗，简单到注12000人，所以优先予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包括列车乘务人员、清洁人员、甲关键基础设施，伫咧3级甲4级警戒维持营运的人员来注。台铁局发文表示，第一批注射的名单以3级甲4级警戒的必要人员为主，确保台铁正常运转。其他的人员会安排第2批来注。交通部也表示，会继续积极争取疫苗，互所落来还未注到疫苗的人会使量早注到。记者闵金玲、许凯台北报道。
再来，咱来讲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工地，进前就爆出有真侪人确诊。因那台北市政府是要求5月28到6月14，拢着爱停工做全面的消毒。毋过，即马所有业员、议员表讲，即马工地根本就无老实停工。台北市树林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工地，正有发生新冠肺炎的感染事件。市政府讲，在发现了后，5月28到6月14这段期间，工地是停工消毒。不过，市议员黄玉芬讲，有工人投诉，在5月29到32天，也有工人去上班。台北市政府宣称停工之后，还是有在动工。那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了，包含5月28号、5月29号跟5月30号。都有这个相关的施工日志。我们发现，在5月28号、5月29号，这个相关的进场人数分别有77位跟56名。黄玉芬讲，工人私底下向伊表示，只是希望会使伫安全的环境食头路。今日把问题点出来，希望市府就要重视。我们在北艺有4个标，其中室内装修标跟剧场设计标这2个标呢还在进行当中，所以马上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这2个工地分别在5月28、29尽速完成，包括停工申请、停工降载，以利全工区可以在5月28到5月30能够顺利的分区完成清消的作业。针对蔡炳坤的回应，黄玉芬讲，当初市府是讲工区是全面停工，甲即摆讲法是有冲突，而且清洁消毒哪会互工人来做，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记者郭表根、郑派文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来讲，即马各大车厂拢伫咧拼电动车的市场。不过，即马飞行车也真死行，这市场又豆豆啊起来。伫咧德国，飞行车公司最近就成功研发空中计程车，打算2024年这巴黎奥运就会使正式推出服务，伫咧空中载人客。这台德国新创公司研发的空中计程车有大型的风叶啊。最近伫咧法国巴黎勒布尔热机场完成30公尺悬、时速30公里的起飞，用4分钟飞500公尺，结果慢慢降落。这边测试成功，也表示国家瓦军要伫咧2024年在巴黎奥运期间进行空中运输服务的目标。不过，这台空中计程车卖的对象是专业的机队，无卖予私人人客。不过，最后的目标是以平民的价钱卖予一般人客。这么一台车顶头会当坐2个人，也行李箱。这方式甲目前透过 APP 叫车正同款。人可用专属的系统提供包括体重等基本资料，也有上车落车的地点，就当袂塞车，佮欣赏城市的风景。Because there are none in the skies, and when you arrive, hopefully we have enriched your life with not only time savings but a great experience as well. 这几年除了新创公司以外，传统的汽车大厂也拢投入飞行车的研发，航空公司包括波音也想要抢新兴的空中运输市场。受疫情影响，比大众运输工具相对较安全的都会空中运输，有可能会更加早实现。摩根士丹利公司估计，都会空中交通市场会让伫咧2024年达到1兆美金，2050年会有9兆美金的规模。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再来讲，南美洲的国家玻利维亚有乌心的业者乌被帕拉，掠这种特别绝种的物种，是一种壳鱼，叫乌开门壳鱼，而且手法非常粗残。这帕拉画面一见光，就引起外界的批评，讲伤过粗鲁啊！这只正大只的乌开门壳鱼，互拖车吊起来，命也有民众围咧看。影片翕的地点伫咧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顶礼拜，多拿者伫咧东北部非法掠到一只乌开门壳鱼，手法正残忍，用锁锁伫咧伊颔棍啊，硬解拖上花，搁解分尸。Determinar de que tiene que aparecer de algún lugar el cuero. Probablemente la carne quizás se habría distribuido, no lo sabemos todavía. Esa es la hipótesis. 玻利维亚政府正伫咧调查这件代志。官员讲，乌开门壳鱼强要绝种，不准掠。不过有一寡地区民众爱食野肉，
科技皮佫会当卖，才会违法去掠。A la fecha tenemos en vigencia el Código Penal boliviano, donde se tiene tipificado el biocidio con una pena de hasta 5 años de pena, por supuesto, pero esto probablemente llegue a ser insuficiente cuando vemos este tipo de atrocidades. 乌开门科技是第一次科技股内面较大只的，相当有6公尺，相当450公斤，住伫咧亚马逊盆地，分布伫咧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家。1950年代因为流行科技皮，乌开门科技互人类掠真多去，再加上人类的开发破坏土地，数量愈来愈少。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太平洋高压刷到台湾的北边，大气环境较无稳定，过道雷公雨的范围会扩大。因若各地山区甲西半部的平地，过道拢着爱注意会落地阵雨。因若今日伫咧宜兰、花莲有一寡所在，温度有机会超过36度。明仔开始到拜三，因为低压带会分系挖进咱台湾，这方面的东部、东南部抑阁有恒春半岛，雨水就会较高，也爱特别注意会上大雨。因若下半部的天气，咱也斗阵来去看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在中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再来，在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在东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金门、平阳、马祖26度到32度。未来3天的气象，咱也斗阵来看。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祝大家拢平安健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